你可能看过很多关于跨物种友谊的视频，但那真的是小动物之间的常态吗？也许科尔鸭虾滑并不这么觉得。如果，过来。因为几天观察下来，他的室友好像装了发条，总是处在弹跳状态，并从不放过任何可以下口的东西。如果不知道他正在换牙的话，会以为他可能得了间歇性狂躁症。所以，虾滑在当下还是更享受独处的快乐。同居1周后，虾姑的本性爆发了，一切都源于主人给虾滑换了一个宽敞的临时空间。这个室友相处起来已经不是有点累，而是十分危险呐。嘿，这下没招了吧？也不怪虾姑，柴犬在日本是作为猎犬被培育出来的，天生就有着强烈的好奇心。面对一摇一摆的虾滑，它应该很难控制想要勾肩搭背的热情。所以，主人单纯的希望打了水漂，虾滑只能指望自己赶紧长大一点，好让室友有所收敛，文明关押。有点点了，来洗个澡，洗个澡。还好了，不是很怕水的现在啊，白毛也长出来了，自己会洗了，舒服。经过1个月不懈的努力，虾滑终于长成一只大鸭子了。它也养成了专属于鸭子的偏执，生活就要一板一眼，讲究规则。现在，它和虾姑已经划清了各自的领地，彼此相安，岁月静好。但有时候，即使双方都显得足够收敛，也可能产生一些物越雷池的差池。释放天性带来的礼物是一条链子。这个结果让虾姑明白，无节制的自由是有限度的。